各位兄弟平安，时间已经到啊！吼，这是咱来吟诗学乐，这是咱先请来看622首。咱头前有信息，若会当的，咱座位头前有信息，会当摕信息起来看。因为这首诗歌，咱要唱到上尾有一个阿妹吼，这个阿妹的唱法甲较早无啥共款，所以甲普通较无啥共款，所以希望咱会当看咱的信息吼，来看伊的旋律吼。好，这首咱来唱第1节甲第3节，要甲阿妹咯吼。这段上帝愿你带我，第1节。这段上帝愿你带我，不被今世空也地，我今愿有你带我的，你就看我无犯罪。唱阿妹的时阵无啥共款，较这个阿妹嘛足好听吼，所以咱爱来练习伊这个阿妹的这个部分。好，接着咱来看信息189首。自使活命美娘，互我欢喜，亲像早日分饼伫家里里。讲求圣经逐篇，帮助指示。我心信无救主活命道理，这首诗歌咱来唱第1节、第2节，唱全首。一首诗歌，接着咱来看370首，咱奉献声音甲才能。这首诗歌咱较无唱吼，只是咱请华瑶姊妹来甲咱弹一解吼。这是摇买家的旋律真活泼，真好听，所以咱来较有精神来唱这首诗歌。副歌的部分，头1节咱来较细声，第2节的是咱来唱较大声哦。好，坐进来，当空。
较细声哦。主耶稣个我总得的光耀，当你看不见的见，大声。主耶稣个我总得的光耀，当你看不见的见呀。主耶稣个我的和平，当这个尊堂的欢喜，撒着火的天就当中。因为要有一天，睡觉，主耶稣个我总得的光耀，得不尽的人间表下，主耶稣个我总得的光耀，得看不尽的尽表。第三站，都要看主基的人气，地有一世界的轨迹，丢下条分条。所个我装的地方庙，到底看不见都见了。哈利路亚！这时咱来看400首，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愿主咱别担心来敬拜上帝。这时礼拜要开始，请咱大家备办心来敬拜上帝。耶和华的慈爱归伫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伫子子孙孙，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纪念伊的教示来遵行的人。
咱三甲内吟诗学老上帝，圣诗第622首，至大上帝愿你带我，圣诗622首，请大家起立吟全首。请咱压头三甲来祈祷，听从阮的主，阮搁一摆感谢你的恩典。阮本是有罪的人，总是你亲自来牵阮的手，搁用你本身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救阮脱离罪恶的颠簸。主，阮是偌尔有福的人，阮着来感谢俄罗无煞。主，阮也再次感谢你对阮济南教会的保守甲引带。伫顶一个礼拜日，阮有顺利来举行会员好会，选出新任的长职。恳求主特别看顾，无论是新任也是现任的长职同工，以及阮的牧者团队，伫家庭、工作、生活甲侍奉，侪的无形中间，坚固因的信仰，兼顾因心灵甲身体的健康，诚侪助你尽忠的劳碌。听阮的主，阮也再次恳求你赦免阮眼界的有限甲能力的不足，随着社会高龄化的趋势，教会礼拜甲聚会的人数也有减少。阮所要做的工是多，总是做工的人是少。恳求主特别来看顾教会内一切的事工，特别是对伫长辈的照顾甲关怀，以及对年轻的一代的信仰教育，帮助阮有看见好的异象，有一致的想法，有活力的行动，也有团队的同工，共同为着教会未来的愿望来努力，继续互阮伫主所赏赐阮徛起的即块土地，做光做盐，做美好的见证。但阮知阮所祈祷的是无完全，在早主你也有教示阮，着安尼讲：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也亲像阮赦免辜负阮的人。
无得带阮入入去，着叫阮脱离迄个歹嘢。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请坐。咱三甲来启用，启用文第49篇。圣诗的后面第1089页，启用文第49篇。这篇启用文是出自以赛亚书第55章。咱三甲来启用，来，喙焦的人才有水。来买酒，来买烟。恁若着开钱买袂价值的物。恁注意听我讲，就有好物通食。趁找着上主的时，就来找伊。歹人就离开邪恶的路。就归往上主以马灵敏。上主讲：我的想法，毋是恁的想法。天比地加偌悬，我的道路比恁的道路嘛加遐悬。雨甲雪对天降落，无搁倒转。要互野种的有种子，对我的厝讲出的话嘛要安尼。我的话要完成我的计划。恁会欢欢喜喜离开。大山小山会唱歌迎接。以前有刺皮的所在会发伤悲。这要做纪念上主的证据。咱搁三甲来吟诗，圣诗第189首，圣诗189首，注释演化美丽，请大家起立，咱吟全首。请坐，咱搁三甲来祈祷。慈悲听阮的上帝，恳求助你的圣神，再次
亲自来洗清阮的罪过，互阮定心唤起阮心头起头的火热甲信心，来行伫稳定的道路，也互阮抱着喜乐甲渴慕的心，来听谈救助你的声音。主，阮也感谢你引带你的仆人弟永文牧师，恳求主你赏赐智慧伫伊的讲道，也求主你保守诗班，用因的心发出的声音，引带阮来敬拜你。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共读圣经，今仔日的经文是记载伫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44节。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44节，请大家看听我来读。使徒转来耶稣遐，将因所做、所教示的，拢甲伊报告。耶稣甲因讲：安尼，咱嘛着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小可歇困一下。因为出入的人真多，因连食饭的时间拢无。因就坐船，干那因家己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真侪人看到因离开，认出是因，就对逐个城市顺陆路走进前，比因大声到迄所在。耶稣上岸，看到一大群人，就可怜因，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伊就教示因真侪项事。时间已经真晚，门徒我来甲伊讲，即所在真偏僻，时间嘛真晚啦，请甲因改线，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舍，家己买物件食。耶稣应讲：恁互因食。门徒问讲：阮着去买200个囡仔的饼，互因食哦。耶稣讲：恁有偌济饼？去看卖咧。因看了就讲：有5个，嘛有2尾鱼。耶稣吩咐门徒，甲众人分组，互因坐伫青翠的草坡。众人就一组一组坐落去，有的100个，有的50个。后来耶稣摕迄5个饼甲2尾鱼，天感谢，擘开，摕互门徒去分互众人。伊阁将迄2尾鱼分互众人，逐个拢食到饱。门徒捡食剩的饼友仔甲鱼腐仔满12篮，食饼的，敢若查甫人就有5000。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阁照伊的话去行的人。即点要请希望诗班用诗歌带领咱来敬拜。因要吟的诗是为和平的祈祷。将无
即点请郑永文牧师讲道，共享食米的团契。主内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感谢希望诗班再去用这个和平做主题诗歌，引带咱来敬拜上帝。和平的主题确实是这个时阵上要紧的，咱的期待甲愿望。毋但是伫乌克兰的战争，包括咱台湾面对军事的威胁，和平是基督教信仰真要紧的核心。咱也为着和平做伙来关心。咱今日早起的经文来读到马可福音第6章30节到44节。伫遮讲起耶稣饲饱5000人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伫4本福音书内底唯一拢总有记载的故事。另外，甲伊真类似耶稣饲饱4000人的故事，只有出现伫2本圣经的福音书，马太甲马可。这个耶稣互邀误的群众会当饲饱，这个故事是初代教会非常珍惜的一个记忆。这个故事常常互人一改搁一改讲起，因为伊内底有真丰富，搁有真侪赞处的迄个意涵。伫几个马可福音的结构内底，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文，开始一直到第8章饲饱4000人的故事，是耶稣伫加利利服侍的第3个段落。咱之前已经读过第1章到3章第一部分，第4章到第6章的第2部分。有学者 John Meyer 甲这段真长，差不多拢总差不多3章的记载，甲伊叫做有关饼的段落，有关饼的段落。这个段落其实甲搁会当分做2大部分，2大部分拢有一个同款的结构。第6章到第7章，耶稣饲饱5000人，然后伊渡过加利利湖，然后甲犹太的领袖伫遐辩论有关食米的代志。最后伊医治一个听袂到搁会教的人来结束。第2部分较底伫第8章，为饲饱4000人开始，然后同款搁渡过湖，然后搁甲犹太领袖伫遐辩论关于饼的代志。最后耶稣医治一个痴迷的人。2段有真诚的迄个结构。整个来讲，伫这个段落内底，咱看见耶稣足无闲，伊为犹太人到外邦人中间不断伫遐咧震动，坐船来去去，伫遐医治病人，伫遐也饲饱邀误的群众。但是上要紧的，伊最后伫遐甲咱定义什么叫做食饼。所以这也诚做咱今仔日大家做伙来学习的一个主题。咱倒转去到咱今仔日的经文6章30节到44节，这段经文会咱分做2部分。30节到34节是新约故事发生以前的迄个背景，35节到44节是讲起新约本身的故事。这个背景真简单，就是12个使徒出去工作倒转来，甲耶稣报告因的状况。结果耶稣有注意到因真忝，因去到偏僻无人住的所在小休困一下。
迄个偏僻的所在呢，无偌久，众人拢总来到迄个所在，比因较早到，所以迄个所在就变做新约发生的所在。第二部分，新约的故事是真典型的一个结构。35节到40节在讲问题是安怎发生的，因为耶稣教导因讲足久，直到大家已经枵，所以问题产生。41节到42节，就是耶稣怎样互因食饱，解决问题。43节到44节是进一步讲起这个新约确实有发生，也讲起迄个证据，就是毋但食饱，阁有剩，剩的食物扣扣的，阁有12拿，因为今仔日这个故事，通讲平铺直述，就是真安尼顺序的方式，伫遐甲咱记载，所以咱今仔日就无要去分析迄个经文内底有啥物问题无，咱直接来进入故事内底，来看内底有几个主题，然后思考这个主题对咱今仔日的意义是啥物。头一个，这个故事互咱看见一个好牧者的一个图像。一个好牧者的图像，耶稣伫遐展现出牧者迄个慈悲的心怀，其中有3个关键字：休困、牧者，然后怜悯。咱的台语圣经翻做可怜，华语的中文的圣经较侪翻做怜悯。其实咱知影。伫即个经文内底，咱看见耶稣上开始，迄个牧者的心肠是先对12个使徒发出的。伊有注意到这个出去工作学生真忝，所以毋望因会当去休困一下。其实耶稣家己可能嘛真忝啊。31节伫遐讲，出入入的人真多，因连食饭的时间都无。所以耶稣想讲，甲这12个使徒，简单因家己会当去一个偏僻的所在，伫遐休困，无拍算，这个计划马上就去互破坏，因为33节伫遐写讲，真侪人看到因离开，认出是因。安尼，这个经文安尼读起来无足清楚，有诶圣经翻译本甲翻做讲，知影因要去诶所在，因知影耶稣因定定去休困诶所在。结果是安那？就是因对逐个城市顺即个陆路走去到进前，比因搁较早去到迄个所在。故事到遮有一个真要紧诶转折。伫遐出现就是34节，耶稣上岸，看见一大群人，就可怜因，因为因亲像无牧者的羊。咱看见耶稣迄个牧者的心怀，伊甲12个使徒本来家己想讲，家己要去咱讲敢若要去办一个退休会安尼要去休困一下。会当安尼定心即个气力，但是去到遐，群众规大阵已经伫遐，所以伊对即大阵人的迄个怜悯，马上就取代伊对学生的关怀，以及对家己的关怀。伊亲像一个深深关怀羊群的牧者，对因的困境感觉真怜悯。即个。所有英文的圣经，拢甲即个怜悯即字用 compassion 来翻译。He had compassion for them. compassion 即字真要紧。compassion 伊的字根是为 com 甲 passion 合起来。com 就是做伙，一动啊，一动。passion 就是受苦。
还是讲感受到痛苦。所以 compassion 怜悯这字，就是一个人会当感受到对方的痛苦，而且愿意甲因做伙受苦。耶稣伫遮看到这个群众内心有 compassion， 牧者的心肠，对因感受到因的迄个需要甲痛苦。伫犹太的传统内底，有两个真要紧的领导者，摩西甲大卫。因两个人拢是出身做牧羊的人，牧者。因两个故事内底，你拢会读到因怎样，也表现出同款这种好牧者的心怀。有牧者，先知书内底，咱嘛常常读到同款的表达，先知耶利米、先知以西结拢应允未来上帝要赏赐因，亲像好的牧者安尼的君王来引带因。所以，好牧者本身就是一个为旧约甲新约真水的一个传统。上帝赏赐好牧者来照顾伊的羊群。到底好牧者甲羊群的关系是安怎？做好牧者爱做啥物？咱若捌读过这关于饲羊的这资讯的时阵，咱就知影，羊群其实真容易受到吓惊。羊群用安尼讲有什么较无好啦？就是讲因真戆安尼啦，羊真戆若小可吓惊就乱撞安尼所以牧者对羊群，毋是讲羊群要伫啥就互因啥，是通过异象，通过说服力，通过陪伴，将羊群带到因应该去的所在。神学家巴特认为讲，一个真正的牧者，知影伊爱为着羊群负责任，嘛全然爱为着因的福利来行动。当一只羊来走来点仔，甲你吼，甲你伫遐埋怨，伫遐哀求，讲我要伫这，我要伫迄时阵，好牧者应该爱比羊更较了解因真正的需要。不过呢，伊袂看轻因，还是拒绝因，伊会比因更较知影因真正的需要，来帮助因，将因组织做伙，带因去到应该去的所在。好牧者是咱这个时代，不管教会，还是咱的社会政治，拢真需要的一个理想。台湾无偌久就要选举咱台北市的选举受到足侪人的注目。咱嘛爱用好牧者这个角度、这个理念、这个期待来检视所有的候选人，毋是点仔乱开支票，伫遐讲你要伫啥，我就互你啥，是有意向，知影要将即群人带去到什么所在。特别注意的是，耶稣随时就教示因做代志。马可福音是真注重耶稣的教导。群众检测伫遐期待是新约，但是耶稣却想要甲因教导，这嘛是好牧者的特质。好牧者要互羊群有智慧。认捌这个上帝的旨意，结果因为耶稣用遐尼侪精神伫遐教示，递到学生倒来甲提醒，讲群众腹肚枵肉体有需要。伊甲耶稣建议讲，甚至甲因改善，互因去附近的乡村庄舍，家己买物件。这个时阵，耶稣甲因要求恁互因食，这就将咱带入来到75000群众这个故事的
情景。门徒伫遐问讲：阮着去买200囡仔的饼，互因食吗？耶稣回应讲：恁有偌济饼？去看卖啊！因去查看了，转来回复讲有5个，阁有2尾鱼。就安尼，咱看见耶稣用5个饼、2尾鱼，饲饱5000个群众。食到最后，食剩的饼油啊，甲鱼屑啊，还阁会当装满12篮。12个门徒，一个人阁会当分一篮。咱看到耶稣亲像一个好牧者，互群众坐伫青翠的草坡，满足因肉体的需要。伫遮，咱特别注意第42节。42节伫遐讲，大家拢食，食到饱。大家拢食，食到饱。食到饱这个动词，希腊文 ekotastheson， ekotastheson， 这字毋是干那饱的意思那听，这字阁有满足的意思，毋是食到饱尔，食到满足。咱小想象，这送乡的农民，规工拢在劳动，有时阵一工食2顿，甚至有些干那食1顿，勉强讲止腰安尼尔，巴肚止腰袂腰安尼若听。什么时阵会当经验到讲食较饱佮满足？今仔日的故事内底，咱看见耶稣怜悯这大群人，甲因愿意甲因同受苦，伊用心甲因教导，总是怜悯中间，也常时饲饱因肉体的需要。咱伫耶稣身躯顶看到一个好牧者的典范甲形象。咱来进入第2个主题，这个新约到底有甚物意涵？关于这个新约的发生，其实有真多的解释。可能在座年岁较大的人，可能甲我同款。伫少年的时阵，捌听过古早圣经学者有真新的这个解说。特别20世纪的时阵，自由派学者想讲要为着这个新约故事，找到一个自然的解说。其中一个真有名的讲法，就是讲在场的群众吼，其实因出来家己拢有早食物啦，只不过吼。因为只有顾着家己，所以先甲食物先拢藏起来安尼。等到耶稣真用心甲因教导，甲因介绍信仰的道理的时阵，教因讲着爱慷慨分享的这种道理的时阵，因受到耶稣的感化，就将家己的食物嘛摕出来分享。无想到。食物若到耶稣的人拢食饱，也阁有剩。这是20世纪的时阵，自由派学者的一种新的解说。但是这个解说对真侪人来看，无一定感觉是上好的解说。我回想起咱的前总统李登辉，伊退休了后，有一段时间常常去。台湾新人院做礼拜，嘛去遐听课吼。伊可能伫上课中间听到人用安尼咧解说即个新约故事，伊感觉伊真无法度接受安尼啦。伊对即个自由派解说心内是有交期安尼真趣味。有几若届，请伊的办公室的主任敲电话互我问讲你是安怎解说安尼你安怎解说即个故事？真趣味，平常看起来真理性的这个李总统，伊认定这个故事就是一个新约，爱用信心接受才会使。我感觉这个有道理耶稣同时代的人也好，还是马可福音早期的读者，应该嘛是
用安尼的角度来接受这个故事。不管咱兄弟怎样理解这个故事，咱知影新约就是发生啊。邀我的群众嘛拢食饱，佮满足。然后佮较特别的，通过这个过程，所有的群众开始形成一个共享食米的团契。所有的食米，大家会当做伙分享的团契。四本福音书内底特别的是约翰福音摕着讲。耶稣咧问学生斗遐有食米的时阵，有一个细汉囡仔摕供5个饼甲2尾鱼。若讲约翰福音即个记载是有真实的即个细节来看的时阵，当即个细汉囡仔真慷慨咧分享伊的食米的时阵，毋若回应耶稣的教导，嘛会使讲激发。其他的群众嘛学习分享，参与嚟分享。那安尼来讲，会当分享，嘛是一个新约，嘛是一个新约。因为听甲分享的快乐，创造一个互相分享的团契，听的团契。各位兄弟，通过这个新约的事件，咱看见群众毋若去用医治。佮领受耶稣丰富的教导，上要紧的是因形成一个共享的团契，开始学习听甲分享。这也是咱今日教会常常甲教会称作共同体 （koinonia） 的这个原因。咱的长老教会总会这几年来。宣教的目标，拢用营造共同体，营造共同体，这个口号，就是内底这个真要紧的概念。教会要哪怎样，成做一个会当听甲分享的共同体。今日这个新约的故事，有表现出这个真要紧的意义。第三个主题。咱会当来看这个新约故事，甲咱的关系。到底这个故事，甲咱今仔日有啥物关联呢？我想，伫故事内底的迄个描写的方式，会当互咱看出这个甲咱今仔日会当类比的所在。经文伫遐讲，耶稣叫学生，互众人一组一组坐落去，50人、100人，然后耶稣。天感谢，擘开，摕互学生分互众人。而且咱看到即几个真要紧的关键的动词，大家拢坐咧，一排一排坐咧。耶稣天感谢，擘开，分互遮个人。咱马上一定会联想到。马可福音14章，耶稣甲学生做伙享受最后的晚餐，就是搬过节的晚餐的时阵，用拢就是用同款的动词，学生因拢坐伫遐，耶稣摕饼，感谢，擘开，分互门徒。这种甲700众人。甲领受圣餐这两项代志，甲结连做伙的这种的传统，其实足早就存在伫初代教会。马可福音将这个要表达出来，但是表达了上清楚的，其实是约翰福音。咱有机会去读约翰福音第6章，就看到约翰将这个发展做一个真深的神学，伫遐。连结摩西伫旷野领受玛纳的故事，结连耶稣互群众食饱的故事，然后讲起耶稣家己称呼家己就是活命的饼，然后讲起咱着爱啉食伊的身体甲血，咱若无食伊的
食伊的身体，无食伊的血，就无法度经验到永远活。将众人得到吃饱，甲咱领受圣餐，甲结连做伙。马可福音搁较特别的所在，是甲咱强调今仔日即个新约是发生伫一个真偏僻的所在。偏僻的所在真有意思，英语圣经翻做 lonely place。即句话连续3届。31节、32节、35节，拢有讲起。所以马可哪像特别要强调，这个新约故事哪像是发生伫一个敢若旷野的所在，一个偏僻无人住的所在。若是安尼，咱想象耶稣伫旷野的所在，将饼甲鱼分予遐群众，是互咱想起。那亲像以色列人古早伫旷野，伫遐扎营的情景，伊无物件通食，伫遐埋怨，上帝通过摩西应允因有玛纳通食，因伫遐埋怨无肉通食，上帝互因有烟鹑通食，所以烟鹑甲玛纳伫遮用饼甲鱼定心伫遐反映出来。这是一个连结耶稣的故事，甲过去犹太传统、犹太人的经验的一个真有意思的所在。毋难呢，毋是干那讲甲过去连结啊听，这个故事嘛指向将来。咱若读到以赛亚先知以赛亚伫遐讲将来弥赛亚的国度，上帝要踮山顶设宴席，互万国万民。拢会当食较饱，以赛亚25章伫遐讲，伫即个山顶，上主万军的统帅，要为着万民准备丰盛的宴席，上好的酒宴，有肥肉，有骨髓，有好酒。伫即个山顶，伊要将所有人民暗面的手帕甲提起，将因砍身躯的布摕掉，伊要永远吞灭死亡，切去所有的人的目屎，伊要互全地的人拄起因的见笑。上主宣布，伫迄日有人会讲，这就是阮的上帝，阮拢仰望伊，伊要来解救咱。所以咱今日看见耶稣伫旷野互5000人食饱的故事，伫偏僻的所在互因食饱的故事，其实是一个连结过去，佮指向将来的故事，会当互咱想起摩西的时代，上帝咧旷野怎样用玛纳甲烟鹑饲饱众人，嘛指向将来上帝讲迄个弥赛亚的宴席。即个弥赛亚的宴席。咱来读路加福音，上耶稣常常用这个大宴席做披露，来披露上帝国将来的情景。不过，对咱今仔日活伫现今的今仔日，这个故事嘛，甲咱每一届伫领圣餐的时阵的经验相结的。当咱每一届领圣餐的时阵，咱会当记得，迄是一个恩典的奥秘的一个情景，所以咱今日若有一点仔想象力来想象这个过程的时阵，今仔日这个故事就甲咱有真深的连结。伊若像是一个跨越时空，拢超越时间甲空间的一个故事。咱甲古早摩西时代的人，甲将来所有的人，历世历代的圣徒。咱拢做伙，伫一个偏僻的所在，规大群人伫遐，耶稣家己本身伫遐，甲咱教导，伊的话语诚做活命的饼，满足咱内心的迄个渴慕，互咱得到快力，活出上帝旨意。即个譬如，咱若有即个故事，咱若有想象，咱来想的时阵，
咱就参与伫即个历世历代圣徒的团契内面。那安尼时阵，即个故事对咱就产生真深的意义。最后，咱嘛来思考一个渐渐出现的一个主题。吼，咱咧读马可福音，一步一步，即个主题慢慢走出来，就是门徒的青迷啊。吼，咱讲门徒的盲目，门徒的青迷。咱知影马可福音前半部一直咧问一个问题：耶稣是啥人？耶稣是啥人？学生嘛咧问即个问题，因所跟的即个老师是啥？结果经过真济伫遐思考，甚至误解，慢慢伫遐敲揣，咱知影到最后上高峰的时阵，就是第8章29节，咱无偌久就会读到。彼得伫遐告白讲：“你就是基督，你就是基督。”但是到遮，咱看见门徒还佫伫遐犹豫，还佫伫遐无法度理解到底耶稣是啥。伫马可福音内底，新约故事的发生，包括咱今日所读的这个故事，就是要互有目睭通看见的人，通看见耶稣是甚物人。结果咱到当咱看见，真正捌耶稣的，是迄个邪神甲有迄个恶，迄个鬼吼，邪神甲鬼，颠倒因知影耶稣是啥。其他人咱真拢看袂到。学生嘛，定定陷落伫一种真钝、看袂见的状态。咱若佫读落去到第8章，法利赛人嘛，佫来问耶稣：“你敢会当佫显一个神迹互阮看？”因嘛痴迷，看袂见。到8章14节到21节，耶稣伫遐明明甲学生讲：“恁经历2届。”700群众的故事，恁敢要认袂出来？我是谁嘛？所以学生的痴迷这样代志，对咱来讲意义真大。这2个700群众的故事，就是因爱认出耶稣，却认袂出的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咧提醒咱，门徒盲目，其实。是咧提醒咱，邀请咱爱做会当看会见的人。咱毋通亲像学生安尼，看袂出耶稣是甚物人。耶稣爱咱相信伊的气力、伊的温顺、伊的话语、伊的教导，要想使人有活命，互人通得到饱足，伊就是迄个活命的饼。所以当咱倒转去到拄仔所读的37节，耶稣对学生讲：“恁互因食，恁互因食。”即句话听起来，有一仔无情啊！耶稣敢若咧挑战这学生，还是讲咧要求这学生？但是咱若认真为这角度来想的时阵，耶稣毋是咧命令因，嘛毋是咧挑战因，嘛毋是咧考验因。耶稣其实是咧信任因，交托因。恁就爱饲我的学生。学生虽然会盲目，虽然常常无了解，虽然常常出状况，总是耶稣犹原将要紧的这份交代予因。伊嘛是安尼在看待咱每一个人。咱顶礼拜拄拄选出新的种子，这礼拜六教会的同工。也要做伙讨论明年度事工的研讨会。希望咱通过这个学生的经验，咱嘛来学习，来领受耶稣对咱的交托甲责任。虽然咱有时阵亲像学生会误解，会伫遐出状况、出问题，总是上帝愿意将要紧的这份责任交托予咱。恳求上帝帮助咱参与伫伊要紧的事工内底，咱做伙额头来祈祷。
温天正人的上帝，阮感谢你，今日通过耶稣45000人的故事，互阮去思考食饼的意义是甚物，也互阮更较明白，诚做教会就是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听甲分享的团契。互阮通过这个共同体，学习你的道理，也学习怎样彼此分享。阁因为这个团契的经验，互阮甲历世历代的信徒也伫遐有信徒的沟通、信徒的分享。阁甲亲像学生，阮对你遐领受这份领受你的交托，恳求你赏赐阮阁较侪对你遐来智慧甲勇气，知影怎样来承接你所交代这份。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三角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第370首，圣诗第370首，咱奉献声音甲才能，请大家起立。这点是公道的时间，咱今仔日要特别为着下面的3项代志来代祷。第一，咱伫后礼拜要举行事工的研讨会，来继续咱2023年的事工吼。请为着咱的研讨会，也为着咱整个的2023年咱年度的事工的规划。为着咱侪侪的同工，咱的会友来代祷吼。第二，请为着咱家己的内心的信仰，咱伫私领域爱来用温柔表达咱对受苦者的疼吼。咱伫今仔日的讲道内底也有牧师也讲，咱是一个共享的团体吼。共享即个世界咱的厝边的苦难吼，请大家为着这来代祷吼。第三，为着咱的公领域，咱就来行公义，甲实践上帝国的公义来做伙来代祷吼。请大家共心开喙出声来祈祷。主愿感谢你，特别对阮这样教会因所。
接请今仔日的书院长张乃君执事引带咱做结束的祈祷。听祈祷的主，感谢你，互阮伫顶礼拜选出合伫你心意的种子。阮将2023年事工规划甲事工研讨会交托伫主的面前，求主教示阮用谦卑反省的心来计划明年的事工，也有顺服的心，互相建造，成做合一的教会。公义怜悯的主，你所赐予阮新的诫命，就是听上帝，甲听人亲像家己。伫即摆的世界，因为战争、疫情、经济变化所产生的受苦、落雪者，比阮所想象、所看到的搁较侪。伫即个世代，就是阮属神的子民，实践你诫命的机会。求主赐予阮有属伫你的眼光，通行公义，实践上帝国的义，用温柔、怜悯来学习主的听，看见别人的需要，愿意付出，成做别人的祝福，同齐努力，互主美好的心意，就是和平、公义、愿望、甲听，实践伫地里，亲像伫天里。求你听阮恳求的声，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即点咱来奉献。请大家起立，咱用奉献的诗做咱的祈祷。请坐。这点来报告，请大家看周报通知事项的部分。第一项，咱伫顶礼拜有举行会员特会，进行长老执事的改选吼。当选的长老是现任的林文忠长老甲杨立邦长老吼。执事吴月玲、倪伯轩、徐锦成、陈志平执事吼。咱伫遮甲因恭喜请大家爱为着咱的正同工
来带导吼。第二，咱郑永文教授伫台湾大学通识教育的课程的学生，今仔日来访哈。那个郑老师在台大通识教育课程的学生今天来，他们坐在左前方这里哈。请站起来，让我们拍手来欢迎他们。伫会后会请黄牧师来进行教会一寡简介甲做宗教的对话吼。我伫遮也做一个公告吼，就是我们在礼拜六的时候吼，大家看周报这个右边的地方吼，在团契聚会的消息这里吼，教会有一个学青团契吼，特别针对大学生以及研究生的学生团契。那我们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到8点哈，在主日学教室哈后面这一栋的主日学教室进行聚会哈。那也欢迎大家，如果你对基督教的信仰希望有更深或者有不同层面的认识跟了解哈，那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这个礼拜的主题是艺术体验的游戏哈，我认识你吗？那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吗？哈。那也欢迎大家哈，这个是比较不太严肃的主题哈，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哈。好来，报告的第3项就是咱请大家来，若有咧停车的兄弟吼，咱来登记明年的停车的通行证啦吼，就是爱将你的号码来登记吼，咱将原来的500块的维护费调整做1000块吼，请大家干事这边来登记吼。第4，咱伫拜3暗时有10月2日拜3暗时7点半伫大礼拜堂有举行宗教改革纪念的祈祷会吼，欢迎兄弟做伙来参加吼。咱今仔日的圣经学校的秋季班是照常来举行吼。第6个就是咱伫今仔日的下晡3点的济南讲堂吼，要来探讨马丁路德吼。咱的主题是欢迎历史马丁路德的面貌吼。有请到台湾大学的蔡志哲老师吼，甲信神的陈冠贤老师以及咱教会郑雅恩老师，甲台神的邱凯丽老师做伙来探讨吼。也欢迎大家做伙来参加。第7项就是咱真重要的，咱伫后礼拜6吼，要来举行新年度的事工研讨会吼，请新旧任的中级甲咱同工吼各团契的首长吼，做伙来参加伫会后，咱要举行今年第6次的中级会吼。第8项，咱伫11月27日吼，要来举行为着咱宣教中心改建的一个感恩的仪礼吼，这是妇女团契所主办的吼，若有意，请大家踊跃来参加，若有意爱要提供咱个人的物品来参加仪礼，咱会当找巡回长老，也是关长老，也是雅修这边来做登记吼。第9项就是咱本教会咱吴关长老有当选七星中会上联部的部长吼，赵贤长老有当选妇女部西小区的区长吼，请大家为着因2位伫侍奉服侍来带导吼。第10项就是咱有一个岸上渔歌的纪录片的特映会吼，岸上渔歌是描写香港的渔村的一个纪录片吼，请大家有兴趣，也是咱关心香港前途的兄弟，做伙来参加吼。时间是11月初6下晡3点半吼。现场咱有特殊嘉宾吼，咱继续做伙来关心吼。第11，随着咱社会愈来愈高龄化吼，咱厝内有侪的长辈，也是病人需要咱的照顾吼。伫照顾的同时，咱做照顾者。要安怎来疏解咱家己的压力吼？安怎来透过观察、理解来找出原因吼？咱总会的双年中春基金会，甲咱本教会有合办即个
家庭照顾者支持的活动吼。啊，时间是11月20日吼，11月20日下晡2点到4点半吼。啊，伫咱主要教室吼，有请吴信如老师来讲吼，啊，请大家啊欢迎做伙来参加吼。团契消息的聚会，请大家家己看，啊也请大家来为着咱各团契的聚会的进行，也是咱的主理吼，啊为着咱的服侍来带导吼。啊，具体消息的部分，江旭豪、朱佑君夫妇吼，咱一定10月20日，啊有生一个查甫囝吼，啊母囝平安，咱伫遮甲因恭喜。这点请题目师来做介绍甲请安。咱今日除了欢迎大学生以外，几位新朋友吼，头一位一家人吼，是过去咱济南的老会友吼，是即个王妈妈的朋友吼，王妈妈的朋友，方威杰、方生红、方陈美江一家人吼，咱来欢迎吼。然后有迄个联合大学的学生黄品轩，伊是考金科这的孙，一家。有江子翠行道会的会友吼，刘梦轩，知有刘梦轩，哦。另外嘛是江子翠行道会曾俊豪，咱叶黄文长老的亲人吼，海洋大学学生陈泽夫，毋是头一届来，但是前届来无介绍过。陈泽夫伫楼顶遐吼，欢迎哈。请咱彼此互相请安一下吼。咱三甲来吟上吟尾篇的诗吼，圣诗第400首，愿主仁爱，甲你同在。请大家起立，吟诗煞，请题目师来祝祷。上帝祝福，愿上帝平安，关给一切人所想的教会，伫咱主耶稣基督内面，保守你的心思意念，以及生活、工作甲服侍，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请坐，默祷闭会。若是需要代祷的兄弟，咱会当到外口的雨伞骹吼，有同工会来为你来祈祷。